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2，诗篇103篇10节安尼讲：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。三甲来祈祷，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有尊贵、能力、威严、荣光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满有恩惠甲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，因为这是对古早你就安尼来对待人的。主啊，我们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唱歌，也要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有照你的慈悲来款待阮，也照你的慈爱怜悯阮。主啊，阮常常无趁你的话来行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你用疼来挽回阮，互阮通活倒转归向你。主啊，感谢你极大的疼，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，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